50年，缺52年回来的呢，因为俺娘不行了，2个多月，你还得打仗呢，你老得洗衣裳了啊，你老不得洗啊，人都闻不得啊。2年不洗澡？不洗，哎，不洗啊，一会儿不洗，刚考多啊，大上海俺一律不行，把咱的到上海俺一律不行去的。你从那走到那里得多长时间啊？2个多月，好几千里路啊！你就一天走一辈子的话，你不得好几个2个多月？那是南方这个雨又多，人家那妇女，那个穿着那高跟鞋大褂子，抹着那口红，俺走个对风人都能捂着鼻子，俺那个身上那个臭味啊！这像俺身上有味啊，俺那个身上闻着不的啊，那汗头甜。你管什么？你那俺不就1年1身单衣吗？1身棉衣，1身单衣，就这些膜，你那国家穷，那个时候穷啊。